故事开始喽！你喜欢吃这个吗？你喜欢吃这个？好，很好。这里有一个饭店，那我是不是呢就可以住进去呢？大家还是觉得很疑惑，对不对？好，长高之后呢，我也不可以闲着哦，我要开始做什么？收成，收成。过了1年，1年又过了1年，有1年呢。那我们的故事呢，就讲到这里喽。好，那我是谁呢？大师姐姐，对，好。就会穿插一个小朋友互动的，因为我有时候是会用比较多种色彩，对。然后这个是格马兰族，对，而且也比较有趣。然后这个小朋友也是。是因为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我喜欢听故事，那我也想学说故事。对，我有一只猫咪，然后它叫皮蛋，然后它有刘海，这边是黑色的毛。增加一点小动作，可是我说的小动作不一定要那种完整的带动唱说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个人会不会紧张。我就讲有一天它爬到树上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里呢有一条溪。骗过虾兵蟹将，逃出水晶宫。从后面出来了谁？她是水美眉。水美眉说：“刚才出门都没有带我。”终于有一辆计程车在他前面。今天要分享的是在中立的